看到第30多节羌佛的佛陀真容面貌。昨天2017年12月29日下午5点钟，在美国弥陀殿中，有僧众和居士4众佛教徒，皆聪慧善根深厚行人，年长者80老人，如幼2岁孩童俱，满场席地而坐，待候闻法，也有少许妖孽众生混作于其中。大家礼拜后向羌佛奉上供养，南摩羌佛一如既往照常不收分文，义务而为说法。此时有白哲仁波切合掌向佛礼请说：我们一直以来都看到佛陀师父红光脸面，精神充沛，常人中健康者的脸色精神完全无法比拟，为什么佛陀的脸这么红润？羌佛让旁边一位居士把第30多节羌佛修法仪轨其中一段念出给大家听。原文在观自身头顶上方高空天际中，有8只狮子，脚踩祥云，背上乘一宽广宝座，座上有各色莲花，花上有月亮平铺于轮上，花中央有五彩色轰字，放五彩光，顿然出现第30多节羌佛，面似红珊瑚，身如象白玉，放红光变为金刚大总持佛，一头2臂羌佛说：你们知道为什么脸色红润了吧？白哲说：太气人了。有妖人毁谤说佛陀师父的脸色本来是乌黑色的，充满丑陋霉气不堪，是故意化妆冒称圣者气色。他们毁谤我，心中很难过。羌佛说：不错，我的脸色确实不是这样的红色，却有遮盖起来了。既然有人这么可怜造业，正好今天这里面也有妖孽之人，我就让大家看到庐山真面貌，看看乌黑到什么样子，目的是让你们其中一些人能看了后，免遭罪业果报堕在3恶道中。当时我认为会不会像川剧变脸一样，顷刻就变，所以我特别小心注意，结果完全不是，而是南摩羌佛当场让法师们打来大桶水，用盆子清洗毛巾，反复把脸洗了10几次，在洗脸之时，已经慢慢现出，脸上洗净后，全场众人一片哗然吃惊。有的人惊呆了，有的人欢喜若狂，有的人激动得泪流满面，赞声不绝。天啊，竟然这么红美的脸色，比红珊瑚还美。也许有位在场的人会认为是回春照片那个脸色，那你就大错了，而是比桃花还要红。以回春法香为1倍的比量来说，这是超过回春法香至少8到9倍的红润度。有人认为这完全就是超过了亮丽极品的红珊瑚了，嫩亮红美到了吹弹即破的感觉。而且还看到佛陀32大丈夫香之一的白毫香光约3寸长，飘舞颤动放光，顷刻之间又变短，刹那之间又无影无踪。1半以上看到的人都是在变长变短，转弯撑直，突然消失，突然出现，每个人看到的现象都不同，都放光加持大家，大家除了惊叹，就是奇观最迷。这时佛陀的圣境让大家恍然大悟了，难怪羌佛能请阿弥陀佛亲身传法给赵玉圣居士，圣显空前未有的成就。南摩羌佛果真是佛陀内涵，与人长处，从未显扬，深不见底。原来不但没有乌黑丑陋霉气，佛陀反而是把超凡绝世的美艳红色遮盖起来。如果不把这绝世之红美遮盖起来，必然招致众人围观奇迹，那怎么生活在大众中哦？要不是佛陀师父大慈大悲，让妖孽们少造罪业，我们也没有机会见到羌佛师父的真容面色，由此带给了我们无上的加持。我们无法表达内心的激动，只有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对我等的悲悯，在今生才能有缘的见如来，闻受正法。
以上所写的全是真实不虚的事实。如若我有编造假话，我会遭一切恶报，痛苦悲惨，而且打下地狱，无有超生。我今所说是真，将无灾无难，幸福永存，了生脱死。惭愧佛弟子郭玉良2017年12月30日。我们都在现场亲身经历南摩第30多节羌佛的红珊瑚色的佛陀真容。佛弟子郭玉良写的记载完全符合事实，没有一点夸张。我们有3/4以上有因缘的人都亲眼见到了南摩第30多节羌佛的佛陀32香之一的白毫香光。以下是我们的签名。由于有些人已经离开寺庙返回外国，当时没有签上名，我们将继续补签。